大狗屈世龍寵物店之衰。好辛苦啊，個籠咁細，行兩步路轉個身都好難咯。有水飲有抽氣扇咁點喎？乜度都唔想應人機。唔單止呢隻4、5個月大嘅雪橇啊，好似拉布拉多、金毛尋回呢啲大隻少少嘅狗狗咁，一樣逼爆個2.5尺乘2尺嘅玻璃籠啊！喺旺角通菜街呢度，好多寵物店都係咁，而呢間鋪就有大約20幾個籠，而其餘4間同類型嘅鋪頭就好少少，玻璃籠長3至4尺，闊2至3尺，賣嘅都係細隻少少嘅狗狗，玻璃籠就相對大啲。漁護處嘅發言人就話，所有寵物店都要攞牌，如果佢哋唔可以俾啲動物喺個籠自由喐動、瞓低，會發出警告，甚至取消佢哋嘅牌照。但係佢就建議寵物店嘅籠嘅長度應該係動物長度嘅1倍，如果唔係，啲動物就會好似坐監咁，身體會退化，甚至出現情緒病噶。尋日我哋再到寵物店一睇，被韞嘅雪橇已經唔喺度，不過店入邊仲有隻金毛要縮埋一個瞓咯。